20年暗無天日嘅牢獄生活，重生之後高智商對決，睇佢點樣絕境反殺，闖出深淵。敬請收聽《深淵之海》第64集。騷亂一直持續咗差唔多2個鐘，最後仲係喺新嚟嘅李偉副監獄長嘅親自出面底下，以強硬嘅姿態將騷亂鎮壓咗落去。當然啦，發生咗咁樣嘅事，無論點樣都壓唔住。好快脆，消息傳到咗監獄管理局，接住落嚟又傳到咗深海市委、海東省嘅省委。劉明拍住張台大發雷霆：點會發生呢啲咁嘅事㗎？你哋嘅宣傳到底靠邊課嘅？呢件事點會俾捅到海西省，仲俾省衛視播報出嚟？一眾監獄管理局嘅領導個個都嚇到騰騰震，冇人敢出聲，亦都冇人敢喺呢個時候擔高頭望劉大市長一眼。查，同我徹底查，睇呢件事背後邊個喺度推動，一定要將呢個人同我揾出嚟。嗰啲帶頭鬧事嘅犯人，個個同我仔細盤問，佢哋當中肯定有人知道內情嘅。仲有你哋啊，一日到黑都唔知搞邊課，都快1個月啦。邱鵬嘅人呢？深海市公安局長周正國一面無奈咁講啦：人已經去到國外，我哋冇執法權啊！呢個真係無妄之災。周正國年紀唔細，再過2年就退休噶啦。佢最擔心嘅就係喺呢2年會發生啲咩大案要案，令到佢退休都退得唔安樂。周正國心裏邊最擔心嘅就係佢手底下嘅嗰個黃鐵軍。呢條友每次搞出嚟嘅大隻鑊，周正國都要同佢收尾。呢幾個月，黃鐵軍似乎又生性咗唔少，咁先令到周正國鬆咗啖氣。但係點知道呢？第一監獄又跟住發生咁樣嘅事，真係驚乜嘢嚟乜嘢。劉明仍然喺度得勢不饒人講啦：人出咗去，你哋就束手無策。佢老婆呢？個仔呢？查咗未？總會有啲線索嘛？早就查過啦。佢哋2公婆離異多年，而且佢個仔根本上都唔認佢呢個老豆，佢哋應該唔知道咩嘅。劉明拍住張台，幾乎係咆哮咁滯：呢啲都係表面現象，表面現象識唔識？犯罪分子邊會咁老實㗎？查，一定要查到佢哋明明白白。呢個邱鵬就激死人。得啦，你哋都走啦，該做咩做咩，唔好喺呢度篤眼篤鼻啦。劉明宣泄完之後，揮揮手下達咗逐客令。眾人如釋重負，個個都即時頻頻輪輪趯出咗劉明嘅辦公室。門一關埋嗰剎那，暴怒嘅劉明好快脆平靜落嚟。小人物睇事情，大人物睇利益。第一監獄出咗咁樣嘅醜事，發脾氣係解決唔到任何問題嘅。最重要嘅係佢劉明能夠通過呢件事有啲咩好處。韓建勇真係隻老狐狸下。呢個邱鵬唔係佢嘅人咩？佢居然上會咁鎮定，整個過程聲都唔聲下，有意思。邱鵬亦都唔係咩好人，呢隻老嘢嘅囉柚肯定亦都唔乾淨，得意。劉明摸住下巴諗咗半日，終於攞起咗台面嘅電話打咗出去。呢一邊第一監獄帶頭鬧事嘅幾個犯人，一律就起提禁閉3日。其中當然就包括趙德。放出嚟之後，雖然趙德有啲迷迷懵懵，但係第一時間仲係過嚟揾安小海。海哥啊，你點知道海西省衛視一定要發呢條新聞嘅呢？講嚟聽下。我估嘅咯。第一監獄個邱鵬出咗咁大單嘢，領導肯定唔希望呢件事被捅出去，所以只係喺小範圍做咗通報。趙德知道消息之後非常唔甘心，搞咗半日，結果根本上聽唔到咩動靜，於是就同安小海發牢騷，話呢個世界果然係官官相護。安小海就話俾趙德聽，如果唔甘心嘅，可以試下將呢個消息以群眾爆呢個方式話俾電視台聽，佢哋只要報道出嚟嘅話，咁就天下皆知噶啦。趙德聽到咁興奮起身，即時叫自己喺外面嘅僆去做。但係事與願違，呢啲爆料就好似石沉大海。海東省以及深海市幾家電視台根本上冇任何消息報道出嚟。趙德就更加鬱悶，對呢個社會嘅怨恨亦都越嚟越強烈。但係安小海並冇感到意外。
電視台工作流程佢大概知道。你話記者係乜鬼嘢無冕之王？黐孖筋！新聞記者去拍新聞之前，要先報道選題，得到製片人嘅許可之後先能夠出發。而拍完片之後剪出嚟，仲要俾製片人審。製片人審完就係部門領導，部門領導審完就係頻道嘅領導，頻道嘅領導審查完簽咗字，貼咗封條，咁先能夠送去播出部門。邱鵬呢種新聞能夠喺海東省報道出嚟，真係見鬼啊！如果呢種新聞真係要俾報道出嚟，一係呢就係政法嘅宣傳部門集體傻咗，一係呢就係電視台嘅領導同第一監獄嘅領導有仇。不過大概率仲係宣傳部門集體傻咗會靠譜啲，領導之間嘅仇恨係唔會咁表面化嘅，咁樣做係會得罪所有人，邊個傻到會咁做呢？但係海東省唔報道出嚟啫，其他省就唔一定咯。只要事情屬實，省領導又同海東省嘅領導冇任何交情，咁呢件事佢哋就好樂意報道。睇其他省份嘅熱鬧係幾咁快樂呢？講唔定仲可以打擊競爭對手。所以啊，喺新聞當中，國內總係形勢一片大好，人們安家樂業，而國外呢就處處動盪不安。嗰啲人生活喺水深火熱當中。於是啊，安小海就提議趙德，叫佢啲僆可以去海西省嗰邊試試。結果一試就成功。海西省電視台調查清楚情況之後，唔單止大肆表揚咗趙德嗰條僆一番，仲俾咗佢100蚊嘅爆料費。據趙德所講，嗰條開心到幾日都合唔埋把口，話佢似乎發現咗一條生財之路，搞到趙德嘅心裏邊都有啲囉囉攣。萬一呢條友將所有嘅事爆響口，自己咪冚家搶。不過呢件事終歸都係辦成咗。趙德叫人嚴肅咁恐嚇咗嗰條僆一番之後，心情亦都好咗起身。邱鵬呢條冚家鏟死硬啦，真係痛快。講到呢度嘅時候，趙德正式咁講啦：安小海，我講過啦，如果你搞掂邱鵬，我趙德同你擺場和頭酒，講到做到。你等住，就聽日早晨。酒就冇噶啦，到時候只能夠以水代酒。嗱，希望小海兄弟你唔好嫌棄。趙德神情從嚟未試過咁嚴肅，安小海亦都深深吸咗啖氣，輕輕岌岌頭。江湖之上有江湖嘅規矩，越係做老大嘅就越要帶頭遵守呢啲規矩。佢哋呢班大佬最驚嘅就係有人過嚟破壞呢啲規矩，所以安小海唔能夠拒絕。好快脆。嚟到咗第二日一早，早餐時間，監獄裏邊嘅人早就已經走晒，唯獨郭長水留低落嚟幫安小海整理下衣衫。安小海俾搞到有啲唔自在。阿水叔啊，使唔使咁正式啊？嗱，實際上呢就冇咩好整理嘅，大家都係統一嘅囚服，唯一嘅區別就係今日安小海囚服裏邊仲着住一件襯衫。郭長水輕輕嘆一啖氣。哎呀，阿海，你又唔明啦。今日唔單止係趙德同你擺和頭酒咁簡單，佢係要承認你嘅身份。佢承認咗你嘅身份，其他大佬當然亦都要承認。所以今日開始，你都係呢度嘅大佬，係有字頭嘅人咯。好唔容易啊，阿海，水叔都戥你開心。原嚟係咁，安小海終於明白其中嘅含義。仆街啊！原來不知不覺之間，自己已經成為咗大佬。唔知道黃鐵軍聽到呢個消息會點諗呢？本集播講完畢，歡迎大家到微博 KK 金剛故事留言反饋，我哋下集再講。